好開心咧！我哋今日一齊睇呢個嘅撒母耳記下，大衛見到呢一個嘅亞瑪力嘅少年人，佢手所有嘅掃羅嘅呢啲物件咧，知道咧的而且確咧呢個少年人係將掃羅殺咗，佢就對佢話：當你親手殺咗耶和華嘅受膏者嘅時候，你唔懼怕嘅咩？咁當時咧就派個少年人咧就將佢殺咗啦。跟住大衛咧就向耶和華神咧去祈求，我可唔可以上去猶大呢一個城裏邊呢？咁耶和華咧話可以，你可以上去。大衛咧就問邊一個城呢？耶和華咧就指引佢可以上希伯崙城。大衛咧就同跟從佢嘅人同埋嗰啲家眷咧一齊嘅上去。冇幾耐咧，猶大支派咧就喺當中膏立大衛為王，就作咗猶大國嘅王啦。耶和華神咧就與呢個大衛同埋咧猶大國咧同在，就日見咧興盛。咁咧以色列國咧就慢慢嘅去衰落。當大衛做咗呢個猶大國嘅王7年，喺以色列國嘅呢個王同埋咧呢個元帥甲尼爾啦有一個嘅衝突，所以喺當中咧大衛同甲尼爾咧就成功咁樣咧協議咗呢件事，佢就離開。咁冇幾耐咧，當佢離開呢個宮殿咧，回到以色列國嗰個路途裏邊嘅時候咧，約甲當時就啱啱翻到嚟，聽見呢件嘅事，就去見大衛嘅時候就話俾大衛聽，甲尼爾其實你咧係欺騙你嘅啫，想打聽你嘅出處、你去嘅地方同埋咧你做嘅咩事，佢想害你。咁跟住咧佢就好快咧追出去。當其時咧約甲咧唔單止係咧猶大國嘅元帥，並且咧佢曾經因為一次嘅戰爭，甲尼爾咧將約甲嘅兄弟咧殺咗，所以約甲都揾緊機會咧去為佢兄弟報仇。所以喺一件事裏邊，佢唔單單關心大衛，其實佢更關心嘅係佢要為佢兄弟報仇。所以當佢同一啲嘅軍兵追出去嘅時候，當佢追到呢個嘅甲尼爾，佢就假裝咧特別嘅信息都要傳達俾佢，所以咧唔防備嘅時候咧喺當中就將佢刺殺咗。跟住咧大衛知道之後咧就極其嘅憤怒，因為呢個咧係多年咧去等待呢個嘅時機咧成全咧耶和華喺佢身上同埋以色列國嘅旨意。而家咧卻因為咧約甲將以色列國嘅元帥咧以用一個咁卑鄙嘅呢種嘅手段咧去殺害大衛咧，甚至乎咧咒詛咧呢個約甲，因為咧戰爭咧一觸即發嘅時候咧，或者咧再冇機會咧去平息嘅時候就收復唔到咧一個嘅局面，所以佢就定義咧唔食飯，並且咧要求所有嗰啲嘅軍兵咧要咧去埋葬呢個甲尼爾嘅時候咧都要佢哋出席，並且咧去為佢哀哭哀痛。咁當時咧啲百姓同埋以色列民咧聽見呢個消息咧，就知道咧殺呢個嘅以色列國嘅元帥甲尼爾唔係出於大衛王嘅呢個意思，因此而歡樂，因為咧就避免咗咧呢場嘅咁嘅戰爭，並且咧當中呢個消息傳到去以色列國嘅時候，舉國震動，特別皇室裏邊嘅人咧十分之嘅驚恐。咁所以當時有兩個軍長咧，當呢個掃羅嘅兒子以色列王咧瞓晏覺嘅時候，佢就入去咧將佢行刺咗，斬首攞過去咧俾呢個大衛去邀功。大衛唔單止咧冇去賞賜佢哋，更甚咧大衛咧佢咧就將佢哋殺死，為佢報仇。冇幾耐，以色列嘅長老咧亦都同大衛咧商討好咗，咁咧要膏立佢作王。咁喺當中咧，非利士人亦都聽見知道咗呢件事，所以咧就要尋求咧去將大衛咧去殺害，所以就上嚟咧就四出咧去攻打以色列人嘅時候咧，希望咧可以尋索到大衛嘅性命。當其時咧，大衛就求問耶和華，應唔應該咧去上去攻打呢個嘅非利士人，同埋咧會唔會將佢哋咧被交喺大衛嘅手裏邊？咁耶和華咧同大衛講，佢話咧你可以去攻打佢哋，並且咧我會將佢哋咧交喺你嘅手裏邊。咁所以咧大衛咧就上去攻打佢哋。大衛咧感受到耶和華咧與佢同在，所以咧喺當時咧耶和華咧將啲仇敵衝去一樣。講到神自己嗰種嘅當時與佢同在嗰個能力啊，嗰啲敵人咧好似俾嘅海嘯咁樣衝去，耶和華咧亦都教佢，佢話咧你唔好咧淨係一直嘅喺佢面前攻上去，佢話咧你今次咧你要喺佢嘅後頭咧去夾擊佢，並且咧你聽到有桑樹嘅聲音咧，你就知道咧耶和華咧我去喺前邊已經咧攻打緊呢個非利士人咧，你就要快啲嘅迎上去。
去夾擊佢哋。咁所以咧，一個有創造宇宙萬物嘅耶和華，我哋嘅天父同在嘅大衛，所以咧當時大衛咧大大嘅得勝，